再来看早起，台中消防局分队一个队员趁休假和同事做伙去屏东的垦丁参加唱水训练，不过落水了后，煞水无开去砸到，教练甲带上花 CPR， 有恢复性命现象。不过落尾转去高雄的医学大学，煞救无回来，不幸死亡。消防救护车紧急出动，到恒春大田核三厂出水口海峡现场，不少人咧进行唱水训练，所发生渡水意外。再送男性患者1名，约50岁，欧卡送往恒春旅游医院救治，后续追踪有恢复生命真相。紧急将人摇进化 CPR， 送去恒春旅游病院救治了后，自强心针开口喘气心跳，后车转去高医抢救。根据了解，渡水男性是台中消防分队53岁省长的队员，梁孝群甲同事去垦丁2天1暝唱水训练，第一天一切正常，暗过车别早起8点外，在核三厂出海口海峡训练时阵，伊一直讲水无开。伫边陪伴教练检判时过度换气，就将人带上花。过程当中疑似砸到水，就说一直说吸不到气，带上来生命还是这样正常。那可能他就是在这段中间把那个呼吸器拿掉，可能又一直在呛水。这个训练是因为是民间的报名，所以是政府跟民间都可以报名。那有警消跟一般民众都有去做这个报名，去做训练的动作。参加救援民间业者表示，意外发生的时阵天气正常，海涌有时大有时小。台中市消防局指出，现场队员甲同事拢是家己开钱，用家己的假期参加训练，已经派人落南协助家属。不过最后，现场队员依然救无回来，已经送回来中部。记者综合报道。